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教翻點樣織呢個眼鏡圖。咁就拉線嘅用，呢個係2.5mm 嘅針。首先直線起針，起16個鎖針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仲有一個16。喺第一針嗰度落一個記號，最尾個針亦都落一個記號，等陣會用得到嘅。然之後咧，就即14針。喺第二個鎖針嗰度開始織，即係呢個。1、2、3、4、5、呢個入針入得唔靚。7、8、9、10。11針啦已經。咁數返啦，呢度係咪織咗14針？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係啦，14針。落返個記號。咁呢個區域咧就係14針不加不減區域啦。最尾個針就係加針區域嚟嘅。呢個做一個3個鎖針喺同一個針目。橢圓形咧就係側根兩邊咧都冇變嘅，就係頭尾兩邊係加針咯，咁就會做翻個圓嗰個位咯。OK， 轉過嚟，然之後14針不加不減，收埋個尾巴，係啊，可以喺呢度落翻個記號。14針不加不減區域嘅第一針咯，呢個係另外一邊。攞翻啲線出嚟先。一針，咁可以先數下呢邊嘅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3，啱啱好啦。第2針，第3針，第4針。
針。入針又得唔靚啊？呢針唔靚就唔緊要，拆咗佢再勾。咁咧，因為呢邊咧好似冇咁明顯嘅，咁即係就要 check 下啲針，睇下有冇漏咯。漏咗就唔怕嘅，插過去再得嘅啫。最緊要啱針數，即咗10針。呢個尾咧收到呢度咧，剩翻少少，咁啊繼續收埋佢咯，包住喺入邊咯，就係。咁去到最尾咧，因為長短不一咧，咁啊比較難收，咁啊剪咗佢，安排好佢。13、14，咁去到最尾一個針目咧，就係一個加針嚟嘅，即係一個針目入邊要織2針咯。然之後咧，就同我哋第一針做咗個記號㗎嘛，做一個引拔。引拔咧就即係嗰一圈咧就完成㗎啦，咁就開始起第2個圈咯。可以咧數返14針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針個做返個記號。然之後咧，開始第2圈啦。第2圈咧，首先做一個加針，呢個就拆得。咁咧就開始做一個14個不間針區域。可以數返啦，如果驚錯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，喺呢個針圖做返，比較難入嘅呢針通常。做返個記號啦，記號入邊咧就真係不加不減區域咯。記號外嗰2側咧就係加針區域咯。咁個橢圓形就會出到嚟噶啦。橢圓形咧其實咧就係中間個長度不變啦，就係兩邊嗰度加針做返個圓出嚟咁樣，咁就有個橢圓，所以中間咧就有個不加不減針區域嘅，就保持返個長度。我哋即係其實分到嗰啲區域咧，其實都好容易勾到出嚟嘅。咁個眼鏡托個底咧，其實就係一個橢圓形咯。
咁不加不減針區域咧就完成咗啦。之後咧又去翻我哋嘅加針區域啦。咁今一次嗰個第二圈咧個加針區域咧嗰個模式咧就係加針咯。1、2、3揾翻啦，加針區域個3個 V，因為啱先第一圈係做咗3個X， 3個短針，短針嘅加針。咁而家個3個 V， 3個鎖針嘅 V 型啦，就可以做3個短針嘅加針，即係每一個 V 入邊都會勾2個短針，咁做翻個加針區域入邊嘅加針啦。之後咧就做翻14針不加不減針區域嘅，咁就呢度係落翻個記號啦，14針入邊嘅第1針啦。呢針勾得唔好就勾過咯。咁咧14針不加不減針區域就完成咗啦，之後又去翻個加針區域啦。咁呢個係第2圈咧，就係2個 V 嘅，即係2針都做一個加針。咁呢度咧可能咧新手咧會亂嘅，因為我哋有引拔針啊，跟住有氣納針啊，嗰2針就係唔當係針數，咁就唔使勾嘅，直接繞過去就 OK 啦。